如果入咗市嘅，係咪學似佢哋咁都要減少啲風險呢？ Goldman Sachs 咧發出預警，就警告今個禮拜可能仲有好多賣盤嘅，所以叫啲投資者小心呢個星期嘅波動。咁佢哋講出有幾個點嘅，第一個點咧，佢話有啲計算策略嗰啲基金咧，即係特別用電腦計算嗰啲基金咧，就今個禮拜會繼續賣。就算上個星期五 S&P 500起咗都差唔多2個點，但係佢哋預咗都會賣。佢哋賣嘅程度咧，大約可能會有330億美元嘅股票要賣。呢個第一點啦。第二點咧，佢哋就話如果 S&P 500跌低過6707點嘅話咧，可能會引發起下一輪嘅賣盤，大約有800億美元嘅賣盤，可能延伸到下個月。最主要原因咧，佢哋提到咧就係根本而家好多基金咧都開始 de-risk， 即係減少風險啦。所以呢個我覺得大家值得去參考一下。如果佢哋 Goldman Sachs 嘅交易部呢啲數據係真嘅話咧，咁即係話啲投資者如果未入市嘅，可能最好睇定啲先啦。如果入咗市嘅，係咪學似佢哋咁都要減少啲風險呢？大家可以評論區提問一下或者討論一下。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